兄弟姐妹未取笑，言者习于不决，听者愤未可休。非为雅道有亏，亦且伦常有愧。若夫离骨肉，缩真颂，献成功，人人君子，亮属口不忍言，而编淫书，谱砚曲，造歌谣，学士文人，亦望欣慰共鉴，开活人之口，垂旧世之书，表扬忠孝，广劝贤愚，未得越深，或报越大矣。回家回 N1 直接下载网页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回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甲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数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二转换方法看甲乙丙。三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
加回 N3 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